我说你别过来！我们结束吧。什么？当初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救的我？一个人待那么久，很难熬吧？嗯，是挺久了。其实，在这个世上活久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最善变的其实是人类。树木一直长在那里，河流有时干涸，有时流淌，但人的一生，有时勇敢，有时天真，有时虚伪，有时懦弱。有时候你觉得毫无希望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你有希望可以爱到世界的尽头。我就是靠着这个希望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。啊，不过我觉得很值得，就算是为了此时此刻，都是值得的。以后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等那么久。十一，这里好美啊，我都舍不得离开了。那就不要离开，一直在一起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前天晚上，刘玉涵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因为死得非常蹊跷，所以法医进行了尸检。结果是，他的外表看起来非常年轻，但是，全部器官都已衰竭，就像是80岁老人的状态。有结论吗？从器官来看，是正常的衰老致死。给牛奶。雪姬呢？啊？不知道啊，刚刚还在呢，不知道去哪了。刚刚出来喝水，就没回去过啊。啊？雪姬不见了，我去找一下。啊？
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啊？你别过来，什么？选择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以前的世界里没有你，以后也不需要。我难过的没人看到，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。哎，雪姬，你干嘛去了？刚刚十一去找你了，你知道吗？车钥匙在哪儿啊？你有开车啊？嗯。我先开车走了，你们自己叫司机来接吧。为什么？哎，雪姬。喂，医生是吗？哦，之前陶德帮我约的那个体检，现在可以做吗？如果，我是说，如果检查出来我身体有什么异样的话，以现在科技发达的程度，可以治吗？是情况而定，是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学姐，我回来了。害得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，突然间怎么了？雪姬呢？可能睡了吧。